弟兄姐妹、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哇，这么寒的天气，咱就是爱起来小运动，来婀娜婀娜哦，哈，来赞美哦，哈。好，我们请起立好吗？我们要用一首歌哈，这一首歌不会唱吗？没问题，有耳朵可以听的，我们都可以用身体来运动一下，来有一些节奏哦，哈。好，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一首歌，台语的哦。咱歌起来庆祝，有美的听咱拢来庆祝，上帝的行为到来，放下生命。咱歌起来出声，主的记录实在无通比，但我欢喜用力去做，欢喜出声哦咯。来来来来。咱欢起来出声，来庆祝，出声来庆祝，出声来庆祝，大军哦。咱欢起来出声，来庆祝，出声来庆祝，出声来庆祝，大军哦。来来来。出声来庆祝，出声来庆祝，出声来庆祝，大军哦。咱欢起来出声来庆祝，出声来庆祝，出声来庆祝，大军哦。哇，咱来给我们这一位，给我们力气，给我们太阳，给我们雨水的上帝来掌声一下！哈利路亚，就是来呀来呀，哈利路亚意思了，是来来来，我们来赞美这位神。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上帝？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哦。来，请造天地的耶和华，我赞美你，因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都敬拜你。我们一起用这个词来祷告，因为我们今天有我们松大社区的朋友，有些人不会台语，所以咱的台语华语台语安尼哦，好不好？哈，来，我们一起用这个来祷告，来，请上主有恩典，充满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他不永怀愤怒，他不按照我们的罪过惩罚我们，他不因我们的过犯报应我们。慈爱的上帝是这一位阿爸天父哈，他是创造万有的。我们继续用这个来祷告好吗？来，请慈爱我们的阿爸天父，你是创造万有的上帝，你创造人看为甚好，乐意将一切丰富资源赏赐给敬畏你的儿女。在这待降节期，我们要用信心来迎接你的同在，因为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要回转向你，成为光明之子、自由之子。愿我一生能荣耀主的圣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请坐。我们接续要有医治跟释放的祷告，因为我不是空白这样子说的，是世界上最畅销的这本书《圣经》它已经几千年，一直都是排行榜里面最畅销的。他有这样说，我们才能用这样来相信，用这样来相信之后，就能觉得很喜乐，不止快乐啊，因为牧师常讲，快乐就是快不会乐了哈，因为就是那一短暂。但喜乐就是即便我们遇到不好的事情，即便我们遇到苦难，我们仍然有个盼望，有个力量很奇妙，总觉得会过去，而且过去之后我会升级。
哇，那你就会说，哎，这个苦难很棒，就像那个现在世足赛一样哈。没有一个人会觉得世足赛在那边比赛很苦的，会辛苦但不会痛苦，原因就在这里。觉得很喜乐，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诗篇很有名的这个诗篇，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哦。我们一起来，预备，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影片，就知道这位上帝认识他。也认识我们自己。你看看你的眼睛，仔细看着，斑斑点点，色彩绚丽，独一无二，都是我创造的。我创造了一切，全宇宙，还有你。我给了你你的一切。我把你造得纯洁、反复，还有每一天，我都给你生命。我爱你。然而发生了一件事，你背叛我，你没信任我，你犯罪了。切断了你与我之间的连结。你虽然活着，却慢慢的死去。于是你追寻其他的东西，好填补你的空虚，可是完全没有用。只让你加速死亡，还使我们相隔得越来越遥远。你在寻找什么呢？我不希望你死。我创造你不是要你被毁灭，而是要你认识我。所以我成为人，成为你们的一份子，成为脆弱的受造物。我曾受诱惑，却从未犯罪。我是为了救你而来。你的罪有那么多，犯罪总要付出代价，一定有人要死，不是你就是我。所以我承担你的罪，用我的命换你的命。于是我代替你死了，因为我爱你。接着我从死里复活，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耶稣。我不是为了谴责你而来，而是为了使你重获新生。依靠我，我一定原谅你，给你永远的生命。我爱你。我做了这一切，都是为了恢复我与你之间的来往。你愿意跟随我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这位听咱的主，他要恢复咱。他恢复我们，我们可能就像那个破掉的瓶子，我们生命中可能有一些是破掉、残缺不堪的。咱可能有破口，身躯
也是咱甲人的关系，也是咱的事业，也是咱所求的。无下咱的意，咱就感觉人生是空空吗？邀请了这位主，会当将最你生命的主，可以邀请这位主，就像刚才影片，再大的错，这位神都可以赦免；再大的破口，他都能够恢复，因为他是爱，他又是大能，他也这样允许我们。所以我们要一起用这个祷告来读哦，成为我们的拯救，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喜乐的源头。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祷告，来，奉主耶稣的圣名，来到天父施恩座前宣告：圣愿你赐福于我，因你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我的高台及患难中的避难所。求你开我的境界，因为你与我同在。无论我在哪里，我都有足够的保护与资源的供应。在这疫情横行的世代，你必保守我脱离病毒的毒害。我宣告，借着圣灵的同在，你已将各样的平安喜乐赐给我，让我大有平安。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接下来我们为接下来的主日，我们要一起，就是今天是主日哈我们为我们等一下要经历的美好来祷告，因为圣经这样说，一起来读：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阿们。我们的神因着在我们里面，我们呼求他，我们就有能力哦。他就鼓励我们，这就叫做喜乐。今天我们要来宣告的哦，哈。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这样说。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赏赐圣灵与我们同在，借着你的话坚定我们的信心。奉主的名，使用主所赐的祷告权柄，必定胜过黑暗的权势。愿我们的呼求都能蒙应允，经历丰盛的主恩，在亲友前成为主荣耀的见证，在敬拜中经历你的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也要用主所教导我们的祷告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是我们的松大主日，就是教会有松年大学，是给我们社区的好朋友。而这社区的好朋友，我们有很多的班。我们首先是我们的陶笛，我们陶笛的老师就是我们的康佳瑜老师。陶笛小小的器具，却能够发出奇妙的声音，就像我们是一个人，却能够发出奇妙的声音。
我们用掌声来鼓励我们的社区的好朋友，也将荣耀来献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像一首歌？阿们。是什么样的歌呢？永远唱的歌有一首，什么歌？就是爱。一个器具，几个洞，就可以发出声音，多么奇妙！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觉得我们不完全，我们生命有洞、有坑啦，我常常讲，这个我们确诊之后，我们就有洞啊，是这样吗？我们接下去，我们要请我们的日文班。我们的英文班哈，我看到英文，我这菜英文就马上很害怕这样啊。好，我们的英文班也是我们的社区的好朋友，他们在职场的时候，他们是叱咤风云都没问题，可是他们却愿意很谦卑的在这边学习，就学习第二种语言哦，学习除了台语、华语之外，他们愿意这个。学习，因为有一个老师，这个字很难念，这个叫做 Richard 这个 Master Grace。对不起，老师，对不起，我们请老师可不可以给我们一条路？因为我们等一下会有点蜡烛，好不好？好，谢谢，谢谢。我们英文班要唱我们教会的歌，我们也透过这样子，我们要来点烛，因为这世代需要有亮光。这时代需要有热力，因为我们期待着一个办法，一个盼望在我们的当中。我们现在要来点烛，我们要请我们的庄凯安长老点燃第3支蜡烛。这是牧羊人之烛，提醒我们牧羊人听见基督降生的宣言时，何其喜乐！预言已经得到应验，人们引领盼望的弥赛亚已经来到，所有热切寻求的人满心欢喜，宣布喜乐。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献上感谢，为我们可以听见音乐，为我们还有一口气在，我们还活着就是见证。即便我们生命中有黑暗，有寒冷，就像今天很冷的天气，但主，你就是我们的热力。你就是在我们苦难中的力量跟盼望。这个苦难有你与我们同在，有你鼓励我们，有你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力气跟勇气，使我们在苦难中，在黑暗中仍然能够宣布喜乐，因为以马内利的主与我们同在。谢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我们谢谢我们英文班，不只是 Richard 老师，还有林正旭老师，也是我们的初阶的老师，他们愿意在这里用诗歌来认识赞美这一位神。哈利路亚，阿妹，阿妹，哈利路亚，阿妹，哇，再一次有精神，好不好？哈利路亚，阿妹，哇，今天人超多，咱做会队列做位站起来，因为咱的主和咱的快乐会当站起来学乐伊。咱笑咪咪，大江笑咪咪，无论拄着啥代志，咱就笑咪咪，大家笑咪咪，咱的耶稣会拜比。主把讲伊若伤心的人，就来亲近伊，伊要赐安慰。伊若有重担，头前看无路，咱的救主的确抓路，要借你的手哦。咱就笑咪咪，大家笑咪咪，嘿！无论拄着啥代志，搁一摆，咱就笑咪咪，加酒。咱耶稣为拜比，主把讲伊若伤心的人，就来亲近伊，伊要赐安慰。你若有重担，头前看无路，咱的救主的确抓路。咱就笑咪咪，大家笑咪咪，嘿！无论拄着啥代志，搁一摆，咱就笑咪咪，大家笑咪咪，嘿！咱的耶稣会拜比，主把讲伊若伤心的人，就来亲近伊，伊要赐安慰。你若有重担，头前看无路，咱的救主的确抓路。主把讲伊若伤心的人，就来亲近伊，伊要赐安慰。你若有重担，头前看无路，咱的救主的确抓路。主把讲伊若伤心的人，就来亲近伊，伊要赐安慰。你若有重担，头前看无路，咱的救主的确抓路。我们同心来祷告，咱三甲来祈祷。主，阮感谢俄罗你，因为主人生的道路有你来带路，头前看无路，敢若黑黑暗暗，已经来到尽头。总是主，你是阮的起头。人生的路好像看不懂，走不下去，已经到了尽头。但主，你就是那起头。你陪我们走过，你没有看清过我们，在我们还不认识你、还不相信你的时候，你就先爱我们，以致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谢谢你再一次用诗歌，再一次用所有一切的美好，你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就知道你是这一位创造万有、赐给人美好的主。你就是那黑暗中的大光，你要宣布、宣告，我们是喜乐的人。即便在困难中，我们仍然有确据，你与我们同在，因为你是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的上帝。谢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请咱做伙来启用，伫圣诗的后面启用文41篇，就是以赛亚第9章来的。启用文41篇，以赛亚第9章，咱做伙来启用。行伫黑暗中的人已经看见大光，生活伫死荫的道。恁互因的国家强盛，互因大欢喜。亲像在收割的欢喜，亲像你毁灭米甸的军队迄日。
共长因肩头的棍，侵略的军鞋，裹着火的军服。因为有一个婴仔为着咱出世，伊要负担国政，贤明的导师，永在的天父，伊的主权无强，伊要坐大笔的宝座。伊要用公平正义统治，一声万军的统帅上主一定会成全这个事。这时，咱要来请松大合唱班来献诗。松大合唱班是由张胜杰老师来指挥，杨家珍来做咱的司琴。因要今日献的诗歌有2首，一首是最珍贵的礼物，第2首是让爱走动。
们将掌声归给我们的主，我们也鼓励我们的松大的社区的好朋友，我们的指挥跟我们的伴奏。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以赛亚第9章第2节、佮第6节、佮第7节。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9章第2节、佮第6节、佮第7节。白话字圣经第774啊，其他的版本咱请看荧幕。第2节，行伫黑暗中的人已经看见大光。生活伫死荫的地的人有光在照因，因为有一个婴仔已经为着咱出世，有一个囝赐予咱，伊要负担国政，伊的名要称作显明的导师、全能的上帝、永在的天父、和平的君王。伊的主权无穷，伊的和平无尽，伊要坐大笔的宝座。继承伊的王国，伊要用公平正义，互国稳固建立。对即时直到永远，上主万军的统帅的热情，一定会成全即个事。这是咱要请本堂老牧师来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扛起来，扛起来”。兄弟姊妹、弟兄姐妹平安，平安。今天我们都要亮起来哦，咱拢要扛起来哦。因为咱的灵性有当时是真黑暗的，特别是咱的日文班啊，等一下请起来哈，来准备来唱一首歌哈。咱请咱的日文班来准备来头前要唱一首歌，什么歌嘞？因要唱在星空哈。这个星空下呢，哈，这个发生什么事啊？请问兄弟姊妹，伫黑暗中。咱会祈祷袂？会哦。咱伫黑暗中真郁卒，啊是咱伫黑暗中足欢喜，请咱起来敢好哈？请咱起来，咱要来看咱的星空下有一个什么人，有一群什么人？咱会想咱的人生是什么呢？咱的人生是黑暗，也是白呢？咱要来看，来听。咱日文班要唱，真侪人嘛要唱这首哦，哈，夜空哈，咱来听因来唱。日文班他们要来唱星空还是夜空？不是音乐牧师已经空空了。好，来，请问是什么空？耶，谢谢。好，我们再掌声来，谢谢我们福音的社区的好朋友，我们要来唱这一首。夜空，请问 PPT 有吗？我们需要大抄。我们这个作业有一点小小的困难，因为要切换哈，就是音乐牧师要说，透过日文歌要告诉我们，人生有许多时候在夜空中的哀叹。我们呢，我们的人生是哀叹的，还是赞叹呢？特别是在黑夜当中，在我们睡不着的时候，在我们长长夜这么长的深夜里，我们想到什么？我们的情绪是什么？想到是美好吗？还是我们想到的是过去的哀怨呢？
我们鼓励这群我们的好朋友，他们在这里学日文，他们的老师没有来耶，他们竟然很勇敢自己。我们再一次鼓励，我们也将这个荣耀归给我们的神，他爱每一位。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请卡拉 OK， 唱了卡拉 OK， 我们人生就 OK 吗？我们请我们的老师也有来哦，哈，要来告诉我们人的一生是什么。亲爱的大家，刚才那一首歌日文跟其实是很悲叹的啦，哈。他说什么寂しい，我只听得懂这一句话。寂しい是什么意思？哎呀，寂寞啦，寂寞啦，那你干啦，我剩我一个啦，只剩我一个人哈。啊，如果你只剩一个人没关系，欢迎你。星期一到星期三我们有不同的课程，星期四现在也有哦，哈，我们一起来学卡拉 OK。要告诉我们的这一首歌是不简单啊，不简单啊！他们要唱这一首真的不简单，因为不简单的人生，请放准备哈，不简单的人生，要来唱歌。
我们来鼓励他们，也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我们要谢谢老师许慧华老师，请挥挥手，谢谢，请坐。可不可以请我们的同工把刚才没有办法放出来他们的歌词？人生的路不简单，就好像一座山，那样高不可攀。人生的路啊不简单，就像什么？许多的挑战，我们要闯一闯，不怕任何的阻挡。人生的路好像一条河，那样深不可测。人生的梦啊，难回头。不简单，不简单。我们勇敢的度过，还有我们彼此社区的朋友，还有教会。更重要的是，我们有这一位上帝，愿意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在我们不简单的人生路，你与我们同行。即便我们还不认识你，我们还不愿意相信你，因为我们不认识你是这么爱我们，你是这么全能，你是全知道我们，你是与我们同在的。恳求你启示我们，让我们醒悟过来，让我们愿意求救，让我们愿意接受你的光照我们，使我们黑暗不容易的人生可以有光，知道我们离的路有多远，我们好归向你，我们才知道你的光带来温暖，让我们人生不像在今天的天气一样一直在寒冬中，而是在寒冬中我们有一股暖流。愿我们听了你的话，又照这样子相信，而且活出来，成为我们一生的祝福。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大家，人生的路啊，真的不简单啊。人生像什么？如果让你来造句，人生是一座山吗？人生是一条河吗？还是人生是什么？可不可以请同工给我比？人生像一座山，高不可攀，因为一山过去又有一山，一山高又去。我们很努力吧？大家都知道，我的先生2月17号突然在公司脑中风、脑出血，到现在他没办法自己自理啦，他就是要有一个人陪他，因为怕跌倒。如果你们还记得跟他熟的人，他曾经说：“我要做工课，我93岁才退休。”有听过他说这句话的人举手。然后谢谢，请放下来，阿芬，阿信哦。请问伊今年几岁？伊今晚来线上哦，67。伊拄过68。这么努力是为了什么？他最近常常在说：“我不敢想，不敢问啊，问了会伤心难过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人生是一座山吗？还是你的人生是一条河？那个是深不可测，河就像一直跑，一直跑，很像时间，对吗？我们才好像学会了，过了。我们好像是，对，我们好像有了幸福，但它就溜走了。深不可测，永远不知道意外跟明天哪一个会先到，不是吗？这么努力是为了什么？我们问过吗？还是我们不敢问，因为问了会生气，会懊恼。早知道，我那时候如果早知道，千金难买。你们都懂，比我懂。但我们还是会生气跟懊恼。人生像一场梦吗？刚刚好像有唱，还是没唱？但我在诗篇73篇我有听到。诗篇73篇这个作者说到人生像梦，那样云烟消失啊，好像所有的都很不真实，好像就过。你的梦是好梦还是噩梦？都有。梦醒了吗？如果你的人生是梦的话，醒来的时候是我们回天家的那一天。醒来的那一天，其实是我们告别礼拜、举办告别式的那一天，也就是醒来的时候，是我们身体死期的那一天。人生是一场梦。诗篇73篇的作者说：“
我看到这世界，人家那个比我坏的，比我有钱，有吗？对不对？做恶做毒的，伊安娜徛买什么？艺术是怎样？华语、台语如果不懂的人，就是说作恶的人，他反而比你我更怎样？更趴啦，比你我开的车更好啦。那我们嫉妒吗？或许我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问：我这么努力是为了什么？就像诗篇73篇的作者说：“我是为什么？上主你在哪里呀？你怎么没有看到这些恶人呐？他们恶人却先告状，恶人却让我的陷入危机呀。”我们问过吗？我们梦醒的时候会在哪里？基督徒今天下午就有一场告别礼拜。我们说基督徒说我们死了就是安然入睡，像睡着一样。问题呀来了，就在醒来，梦醒时分，你醒在哪里？如果你醒来的地方是温暖，很多人天君天使欢迎你，在天上享受那永远的福乐，是像天堂一样，那么就是一条永生的路。但如果你醒来的是很热很热，却在火湖里啊，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是因为真理就是人有一生必有一死，谁都跑不掉，有钱没钱都一样。然后死后还有一个，各宗教都指向一个地方，死后必有什么？审判。也就是我们醒来时，我们审判会像闭路电视一样，把我们做过的事情一样一样算。我们有看过韩国电影《与神同行》吗？有吗？死后是有审判的。这你有没有辩护官啊？有没有人替你辩护？辩护还没什么用，重要的是什么？有没有人愿意替代你？本来你该死的，我都做好人啊。你的内心，我们的神不是看外表，是看我们内心。此时此刻，我们在这里敬拜赞美，我们在这里遇见神，可是我们的心在哪里啊？这位神其实很清楚。以后我们审判的时候也要很清楚哦。那么审判就必有人要死，就像我们刚刚看那个影片破碎的盘子一样。我做错事必要赔偿，我做错事，我害人，我一定要偿命。谁来偿？这位耶稣基督愿意替我们死，本来我们该死的，他替我们死。我们是这么不配，但是耶稣基督出生完全没有罪，有大能力，却跟我们一样，都是像小婴儿一样被出生，像小婴儿一样被照护，像我们一样要长大，慢慢长大，就是意思要让我们，他也是人一样，他感受到的温暖，感受到的，最后为我们上十字架，被背叛，被辱骂，被看不起，被唾弃。你有过这样经验吗？对，你会说没有人懂我了，你们懂什么同理？怎么可能？谁能同理我？有，就是这位耶稣，他跟你我一样，都经历这些痛苦、欢乐、喜怒哀惧、好奇、讨厌，这些他都经历过，与我们同在。他为我们上十字架，也就是无罪的人上十字架替我们死。等到我们死后审判的时候，哇，我死路一条。耶稣基督他没有，他做过我们所有事，就是没有做错事。他说：“来，我替他死。他欠很多债，来，我替他付，让他重新再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生是一场梦，梦醒时，你会不会害怕？问我这么努力，这一生是为了什么呢？还是你跟有些人一样说卖萌啦，问了会怕了，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但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是有福气的人，在那大黑夜里，在人生的死荫幽谷里，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有永生，他替我们承担。本来我们该死的，他替我们承担；本来我们现在是重担的，他替我们承担，代替我们。那他是谁呀？
他有这种能力，我们就来认识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神，他何以有这种大能大力呀？还是只是听说而已？不，圣经里面告诉我，他的每一句话都是会应验，他每一句话是带有能力的。今天的经文说，小婴儿出生，耶稣他是奇妙的导师，在黑暗中的光源，在最黑暗死荫的幽谷，他仍然有大能大力。今天的经文是从以赛亚，以赛亚是什么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前西元前700多年，我们这里有很多学士，甚至还有博士哦。那是什么时代？那时候的时代就是注意来听哦，就是大卫王之后，所罗门王，大家知道吗？很有智慧的小孩子，两个妈妈小孩来到他的面前，这小孩到底是生的，但他们两个一个是死掉，两个人就争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这个所罗门王很有智慧，说：“来，拿一把刀，把这个孩子切2半。”有一个妈妈就说：“不要切，不要切，给他，孩子不是我的。”请问是这孩子到底是谁的？是不是很清楚了？有智慧的所罗门王，但问题就在，他是一个有智慧的所罗门王，可是他的后代呢？什么扶不起的什么阿斗，所以后来的王就变成北国跟南国，而北国有10个支派。他们得罪神，因为他们以为圣殿在耶路撒冷，离我们很远，我们这个北国没有圣殿，以致他们就开始来铸造他们觉得可以敬拜的东西，得罪神，以至于那时候有个先知叫以赛亚，今天我们的经文就从以赛亚来。那时候他就宣告，发预言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你们如果不悔改的话，有一个大国，那时候国际大国叫做亚什么树。” Yes， 亚述这个国就要把你们毁灭，你们要悔改。但是这边的说你也青菜公公的啦，以赛亚你是什么东西？不想悔改，真的亚述就把北国给灭了。亚述的国王他是很厉害的，他用什么方式让你这群民族扭起？用什么方式？通婚。他就让以色列北国的跟所有的人通婚，就就所谓的不纯啦。所以也就到耶稣的时候，这一群人叫做什么？撒玛利亚人。后来这个他们在护国的时候，就很多阻扰因为已经不是纯的以色列人，都已经乱成一堆。好，所以也就是以赛亚他已经宣告，这个亚述的国要把北国给灭了。那这有什么好说的？坏事啊！有很多人也会算也是很准准就准在这里，会算坏事，也有好事要发生。今天的经文就是在亚述的王那时代，先知已经说亚述会被灭，然后在将来700年以后，有个小婴儿要出生，要成为全人类的拯救。像刚才英言牧师说的，即便我们在死荫的幽谷，即便我们是在阴间，我们仍然有盼望。因为这位耶稣死之后第3天，请问他那3天在哪里？阴间。他在阴间做什么？喝咖啡吗？我有听到有人说传福音。圣经是没有这样说，但我们可以想，这位神是爱，是全能的，全知全在。他在那里做什么？所以他连在阴间都可以带来光，都可以带来盼望，因为他还要再来。所以我们待降节不是只有等待他出生，因为耶稣已经出生了，在主前700多年已经讲了，也应验了。主已经出生，而且死了，为我们死。然后他升天了，死了复活，这才是重点。复活升天，为我们，当我们快要被审判的时候，他就出来替我们承担。他赢过这黑暗，他给我们这些光源，他就是我们的测试。测试就是有智慧现在中文译本说导师，我觉得比较不喜欢。测试，他就意思就是说，他所做的事必定会成就。就像音乐牧师说的，他如果说你要活，你就是一个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不管我们再怎么样困难，活着就是见证，好吗？活着就是最美，是吗？音乐牧师每次都说，有呼吸的人最美，对吗？如果没有呼吸的还美吗？
我们会怀疑。我们每次告别礼拜去领遗体的时候，我们真的会怀疑，怎么这么美的不真实？因为他已经没有呼吸。所以只要我们活着，就是见证。这位神是全能的上帝，问题的答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问题吗？你需要有答案吗？是，他就是我们的答案，他就替我们承担，也是在以赛亚宣告了，本来压在我们身上的这一个恶也好，在我们的身上这个扛不动的，我们的主要打破，使我们得自由。我们永远没办法觉得，我们那个重复又重复、重复、重复又重复的，好像永远绕不出来的，这一位神要给我们力量。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重复，人家又得罪我，我永远都是受害者，我永远都没办法爱跟原谅跟饶恕。我希望那个人遇到什么事，我不想看到他好。亲爱的弟兄姐妹，音乐牧师要在这个季节，今年特别圣诞节，爱与饶恕。我们不会因为别人的痛，我们就得到医治，是吧？我们看不得别人好吗？特别那个敌对我们的人。今天在楼下开箱，我已经泄题了，会跟这个有关系。我们怎么跟人和好？这位神亲自先跟我们和好。我们绝对不会因为别人的痛、别人的不好、别人遭遇的，特别是这个我生气的那个人，绝对不会。他的不好，你不会得到医治的，好不好？我们有一位永恒的父亲，他是让我们在困境中有出路的，因为他为我们出生，他自己走过死荫幽谷，他自己复活升天，今天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他说的话已经应验，不管有多少的预言，他都会应验。所以只要我们相信他的话语大有能力，来看来相信。我们礼拜天的晚上都有一群我们성大的几个朋友哦，他们线上直接，他们不是基督徒，但他们就愿意来读圣经，英文的圣经共读。我们这里面有3个医生，他们一起，因为他们没有空，他们对这个圣经很好奇。牧师，你讲真的也讲假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我常常被质疑。啊，牧师，你讲假呢？啊，你先生那么年轻，说要93岁才退休，啊，怎么2月17他就脑中风？啊，你不是2月20要开始第3场礼拜吗？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他又那么健康，早晚都运动的人，身体又很注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神知道和他在做什么。我只要相信这个就够了。我相信有重要的原因，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相信他蛮有能力，特别是在冲突的时候。这一位是和平的君王，他像小婴儿一样，他成为我们全备的帮助。导师是我们全能的上帝，因为他说的话会应验。他是永在的天父，比我们在地上的这个父亲更完全，永远都存在。他随时成为我们的帮助，听我们的祷告。他是我们和平君王，所以我们今年圣诞节好不好？活出神的爱跟饶恕，只有这一条路，请相信他，这条路会让你快乐。喜乐呢，当然要靠神。快乐跟喜乐不一样，对吧？音乐牧师常常讲，快乐就是什么？快快就不乐。你吃一顿，你享受看电影就没了。你爬到人生高峰，但喜乐呢？不管顺境逆境，你都有个把握，有人与你同在。他不会不爱你，即便你做再坏的事，但他也不会更爱你，因为他已经完全的爱来爱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如果在困境中、黑暗中，我们来求救。求救之外，也要愿意伸手出去说：“主啊，你拯救之光临到我。”我们在黑暗中，好不好？我们只要抬头，愿意接纳这个拯救之光，
就照射在我们心里，好不好？我们请起立，我们要一起来唱这首歌，让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每天都可以笑眯眯哦，好不好哈？因为我们有喜乐，我们今天已经宣布了，宣告，只要你愿意相信，这一位上帝就与我们同在哦。好，会唱吗？会笑吗？啊，来哦！咱着笑眯眯，逐天笑眯眯，无论拄着啥代志，咱着笑眯眯，逐天笑眯眯，咱的耶稣会摆平，主万国囡仔，伤心的人，就来亲近伊，伊要赐安慰，你若有重担，头前看无路，咱的救主在脚蛇路。咱着笑眯眯，逐天笑眯眯，无论拄着啥代志，咱着笑眯眯，逐天笑眯眯，咱的耶稣会摆平，主啊国囡仔，伤心的人，就来亲近伊，伊要赐安慰，你若有重担，头前看无路，咱的救主的脚蛇路。这个带阮行头前路的主，阮感谢你，阮人生要安怎笑眯眯？有当时真正真困难，有时候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落在那个哭笑不得，落在那个就像在阴间一样。但主，你应允我们，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这一生要跟你的永生来连结，以致我们不是只看眼前，我们不受环境的影响，我们知道你说的话大有能力，我们知道你说的应许必定会应验。你再一次透过代降节给我们一个期待，给我们一个盼望，就是此生之后，我们若愿意相信，我们就有永生。而此时此刻那个困境，主，我们现在就定义要活出那将来的盼望，因为我们知道那个结局，那个结局是我们相信你，我们就有永远的福乐，以致我们现在可以选择是笑眯眯的灵性。我们现在以至于可以笑出来，从心底的那种喜乐，因为我们确信，啊哈，这些要过去，啊哈，原来不是我一个人而已，是主你与我们同在，你带领牵引我们走每个不容易的路，我们渡不过的路，只要我们愿意信靠你，因为信靠你的人是有幸福的。信靠主的人是有永远的幸福，因为主你就是阮幸福源头。阮感谢而乐，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这时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
爱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抱着欢喜的心来到圣殿，领受主你的恩典、你的祝福、你的教导，互阮领受主你的力量，为天来的力量。主，阮感谢你，阮当要献上阮的时间、金钱、甲才能，为主你所用。阮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尊名。阿门。请坐。咱来介绍今仔日的来宾哈，咱首先来介绍咱的松大，咱的好朋友甘好。来，我们请我们松大的好朋友，我们社区的每一位今天到我们当中的，我们请起立，我们的校长、副校长带领老师一起，你们今天的表演跟服饰，我们献上感谢，谢谢。上帝祝福大家，请坐，请坐。好，我们要继续来介绍杨奎伟请起立，我们欢迎你住在龟山我们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欢迎那我们接下来还有没有第一次有头一遍在咱中间的无对我们的新人，我们昨天我才刚结婚的，我们的荣恩的家庭跟我们的新娘的家人对民雄来我们的阿芬，我们的阿恒他们非常的谢谢大家昨天一起参与昨天的婚礼，好美好温馨哦。非常谢谢大家的参与还有我们的同工一起，神祝福你们哦，一生都幸福今天来的，凡有耳听愿意相信的我们都是有幸福的。好，那我们继续，还有没有我没有介绍到的？刚才有一批人没介绍到，但是请等一下我祝祷之后，你一定要留下来，因为这一批人是我们的有氧舞蹈的，他们去换装，所以他们在外面我们没有欢迎到，所以我们等一下一定要留下来哦，听他们，跟他们一起动，然后我们一定要给他欢迎跟拍手好，那我们来看今天，今天是松大主日，所以我们非常谢谢，刚才我们有说谢谢松大我们的好朋友在我们的当中的服侍也今天是退休传道师奉献主日请关心代祷。那我们明年1月8号就是受洗洗礼跟圣礼点时间，那请在12月25跟牧师跟行政干事来报名。迦南之声，也就是我们每一天我们都有 podcast 有 YouTube， 那我们这个过程，如果你想要更认识圣经你可以找到那个播种的来订购那教会付一半呢就是要鼓励我们认识上帝的话那我刚才有提我们社区在线上有个英文的圣经共读，其实就是跟着我们迦南之声，即便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也愿意那个班长在我们当中，对不对？挥挥手好不好？英文圣经共读的蒙英姐在哪里？蒙英姐我们的蒙英姐是慈济姐。是慈济姐，她还是愿意来认识圣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本圣经值得我们好好来研读，来认识它好，那我们有月历在楼下请我们签名然后我们可以领一份，那一个居所一份如果我们要加购，我们可以跟淑清跟张玉主任来购买，一份是100块。圣诞嘉年华就是下个礼拜我们要去百货公司去买东西吗？当然不是，我们要去宣扬福音我们在那边有鼓舞要鼓励大家，因为天气这么冷这个大家也是经济的低潮请问是要介绍对，我们的庄德张牧师跟牧师娘刚才对不起谢谢他们回来他们是要参加下午的告别礼拜昨天我跟他吃午餐，我竟然忘记了因为昨天就觉得好像已经见面了，很抱歉谢谢。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每个礼拜天1楼12点在楼下都有开箱的活动，每一天的晚上在线上都有这个8点到8点15我们不是抽签而已，不止。有很多的分享，今天我刚刚有讲了，先透露题目爱与饶恕
所以今天会跟这个关系任务有关系，所以大家准备好哦，到楼下拿大奖，真的是大奖哦哈！好，来，那我们就不看这个影片，好，来，那我们那个这个圣诞糕这个影片我们就不看哈。好，那我们要购买圣诞糕的，已经购买的订的在1楼，请跟同工来领哈。好，那这个梦幻的这个圣诞我们很值得来看哦。好，我们先来看影片。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这是青年牧区的今年尝试办的一个新的活动。叫做梦幻圣诞，因为咱青年看到咱的教会，上帝手术咱有一个遮好的所在，遮水的一个所在。伫这个10月24日下晡，咱嘛无要互这个所在空空。哦，咱要邀请真侪人进来教会，来甲阮做伙来遮同乐。阮办一个市集，伫遮阮有邀请。阮照着上帝所领受的，咱把爱传递出去。所以，我有邀请一寡伫做社会工作的这 NGO 的NPO 的团体，因为疫情的关系，因今年的收入不是真好，所以阮提供一个所在，互因伫遮来募款，互因来遮义卖，因所得的，因会使摕转去诚做因的经费。阮若袂看到咱教会根深团契。赶快伫今年的迄个疫情的关系，因的捐献嘛无够济，所以阮嘛为因摆了真济下遮的摊位，阮邀请教会兄弟姊妹来遮摆物件来做义卖，所得的遮的钱也要诚做根深团契因的路用。阮若伫遮佫有设一个闯关的活动，阮邀请各位兄弟姊妹。伫这12月24下晡来教会，来遮耍，来遮耍，来遮买，也来遮食物件，也邀请恁来带恁的设定对象、恁的朋友、恁厝的人，邀请因来教会来遮耍。因为阮的闯关活动有一寡福音的性质，互因会使借着遮的活动来到教会，真轻松来认捌耶稣。听耶稣真简单，就是将你关心的人带来就好啊。然后暗时啊，阮12月24暗时，阮青年牧区有一个梦幻交换礼物哦，交换礼物以物易物。这个活动的时间和地点，你也邀请关心恁的少年人、恁厝的人，邀请因来参加。Dreamy Christmas 就在12月24号中午12点到下午5点的圣诞市集。以及晚上6点到8点的梦幻晚会，都在嘉南教会中华路49号，还有33号2楼。哇，49号记住，礼拜天圣诞节就是聚集哦。而今天早上我们的儿童牧区，不管亲子或者是幼儿，我们有刘慧茹老师跟洪桃梅老师，下午也有，也欢迎弟兄姐妹来这个邀请更多的人哈。我们从这个33号现在就是给幼儿有亲子哈，我们把这个消息给身边的人。还有好消息，下个礼拜是我们的威达跟玉欣哈他们的结婚典礼早上10点哦，早上这一场是早上哦哈10点大家预备我们心来祝福这一对的新人。那当然呢，那么就唔甘的啦哈，就是咱来聊婚场了，娘哈已经蒙住温调伫今仔日下晡1点的时间。伫咱遮2楼哈，要举行个别的礼拜哈，然后3点30要伫天平山庄要举行红红的礼拜。礼拜2过来这礼拜拜2 12月13嘛有这个殡仪馆伫至真堂要举行入殓礼拜9点的火化。12点30嘛是伫遮哦，咱有一个联合的诗班嘛欢迎，也伫即要来参加。4点要伫个平安园举行安放的礼拜，求主来安慰遮遗族吼，咱要甲哀伤的人同哀伤。咱来看今仔日的金句来要来读2遍，来请
踮伫黑暗中的人有看见大光，踮伫死荫的地下有光照因。马太福音4章16节，搁一遍来。踮伫黑暗中的人有看见大光，踮伫死荫的地下有光照因。马太福音4章16节。咱们起立，要来唱这首歌，愿主祝福保护你。请起立，请起立，我们要来唱这首祝福的歌。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赐福，愿主耶稣拯救的光照恁，以及恁所关心的每一位伫黑暗中的人，需要主拯救的人，伊会听，永远无改变的听，要来带来完全的医治，互人甲上帝和好，互人甲家己甲厝里的人和好，真做咱生命中会支持甲引带。这位上帝的爱带来完全的医治，使人跟他和好，跟自己和好。跟他人来和好，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支持以及引导，因为他知道我们此时此刻心里的挣扎，我们心里的懊悔，我们心里那个焦虑，他的爱要带来一条出路，因为这位圣灵他所差派给我们，与我们同去。从这里回到我们的家，回到我们工作的地方，回到这社会上每一个寒冷的地方、黑暗的地方、罪恶的地方，让我们成为使者，让我们成为福音的出口，互咱真做祝福别人的人。因为主的平安喜乐甲阮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尽。阿们。谢谢。接下来我们是有氧健康舞蹈班，我们刚才没有欢迎他们的，由我们的老师庄淑娟老师来带领来大家。非常有热力哦。真的是永远18岁哦，很熟的歌对吧？世足赛的歌对吧？
哇！我们接下来这首呢，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来，请大家 please stand up， 好，请大家站起来啊，哈，好。在凌晨3点26分，Let me sing a song，
一切都是我们有个松大，我们要一起来唱松大的校歌，好吗？啊，我们一起来鼓励我们松大，也鼓励我们的校长啊，松大的校歌，我们一起唱哦，好来。谢谢大家，谢谢双年大学啊！我们今天礼拜就到这里，欢迎到楼下12点有开箱哦。然后我们松大的同学请来前面，还有我们松大委员，也请到前面，我们要照一个大合照，邀请大家，我们可以有一个关键来邀请。